先前介紹過 Aqua Sky RGB2 嘅60，今日想介紹嘅係 ADA 旗下另一系列嘅 LED 燈 Solar RGB 2代，同講下呢兩代有咩唔同。開始之前提一提睇緊嘅朋友，記得 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呢兩個系列除咗價錢之外，仲有啲咩分別呢？ Aqua Sky 就只有60cm， 而 Solar 嘅 RGB 2代由於係吊燈，加上佢總數有170粒嘅 LED， 比起水之天空60都多出咗1倍有多嘅。唔好睇佢有咁多 LED， 其實佢嘅 size 比起 Aqua Sky 仲要細1/4，所以90cm 以下嘅魚缸都可以用得到嘅。跟住落嚟咧就係 App 方面啦，一個名為 ADA Controller 嘅 App， 之前已經講過就唔多講啦，唔知嘅人可以睇翻另一條視頻。最主要嘅係 Solar RGB 2代喺 App 入面仲會多咗一個叫高級模式嘅功能，可以設定翻開關燈嘅時間啦，同埋定時調整呢個光度，模擬翻晝夜嘅。暫時嚟講最多有5個時間點可以設置，唔排除之後有更新可以變得更加多。最後咧係購買建議上面啦，如果空間充裕而本身又有玩開魚缸嘅話咧 ，Solar RGB 2代會係一個首選嚟嘅。而空間唔太充裕啦，又想入坑嘅話 ，Aqua Sky 60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而且最近ADA 推出咗呢個 Aqua Sky 60套裝，一支燈嘅價錢就有齊晒新手造景要嘅配套，非常之抵玩㗎。不過數量就有限，詳情就可以向各大水族店零售商了解嘅。咁今日嘅介紹就係咁多。如果想睇翻 Aqua Sky 同埋呢個 App 使用嘅內容可以嚟翻呢兩個連結入面。拜拜。